测试一二三，测试一二三，测试一二三。测试一二三，测试一二三。OK。喂，钟景，那个钢琴那个收音键应该要打开吧？哦，因为它好像 default，它好像预设都是关掉嘛。OK，我觉得它应该预设要打开才对，因为这样子还是每次有时候会忘记打开那个收钢琴的那个。下次再请家人来弹，来调一下啊。魏老，请试个音。喂，一二三四，节能煞喜 ，OK。
今日这个平安，今日是主所定着的日，咱伫遮三甲来学乐敬拜，咱也感谢主，互台湾一日过一日的疫情，拢渐渐受控制，已经几落天假人吼，到昨昏才有遮医，上帝恩典继续伫咱台湾来带领，咱来串联圣诗67首。 我心阿乐上帝，第三节的歌词伫第二节再注意一下就好啦。应该大家拢晓。随梦歹代，暂时将行；随梦歹代，暂时将行。好，注意一下来。好，咱来吟第三节。 看207首，这是光明的日。207首，这是光明的日。歌词内面大概无啥物较爱注意啦吼，拢会晓去吟。咱来吟第5节。 就是迄个恳求圣神，叫醒我心。你若看中文的字的时阵，会减一字叫，但是伫白话字内面就有吼，叫醒我心，遐减一字去吼，注意，恳求圣神，叫醒我心。来，咱第5节各吟一摆。
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因感谢入伊的门，因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来因信诗，信诗第67首，我心俄罗上帝。信诗第67首，我心俄罗上帝。咱起立来因全首。我心俄罗上帝。阮徛咧，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咱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天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人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面，伊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的赦免，地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来交读课英文。今仔的课英文伫咧课英文第37篇。课英文第37篇，也是马太福音第6篇。马太福音第6章哦。无你挂入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恁的性命敢无较大伫米粮？试看天中的飞鸟，恁的天父也在饲伊。
你用什么人会用挂虑，互性命搁长一刻久？试想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若是我甲你讲，当所罗门结项羽的时，当山里的草行入地底，名字下伫火炉，上帝互伊亲甲安尼。所以无伫挂虑讲，阮要食什物，要啉什物，要穿什物。多多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无伫为着名利挂虑。一日的艰苦，值一日教业。咱三甲额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固守引带阮经过这一礼拜久的时间，但即时阮还阁主持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恳求主，你即时踮伫阮的中间，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遵传你的教示，守你的诫命。感谢你的保守甲带领，互台湾会当对即个疫情中间慢慢来恢复正常的生活。伫教会内底的事工，嘛慢慢伫咧恢复运作。兄弟嘛会当转来教会来敬拜。恳求你悠远保守阮即块土地甲人民，互阮得到平安。保守教会正兄弟有注射疫苗的，拢会当有较轻的副作用，互因的身体得到勇健。也求你带领教会的脚步，互教会所要做的事工，拢会当顺利的进行，互阮会当因跟你的圣尊名。阮安尼恳求、祈祷甲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学老，圣歌队今仔日要学老的是：主啊，听我。
圣经，今日圣经，今日要读的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11章21节到30节。哥林多后书11章第20节到30节。我讲安尼是无体面，若亲像阮真信任者，总是人伫什物代志好打，我也好打。我讲即句是戆话。因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因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因是基督的妻因吗？我搁较是。我亲像讲咧讲，我着磨也较济，关落甲也较济，受拍到袂算得，济摆险死。我互犹太人拍5摆，每摆40下减1下，3摆受拐仔拍，1摆受着石头钉，3摆拄着船破，1日1暝伫青海，常常热路，拄着港雨的危险、贼马的危险、本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内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面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受劳碌甲艰苦，昼昼无困，枵寡喙焦，昼昼无食，寒甲吞巴体。拄起遮的活事，还有一项代志缀我，就是替正教会挂虑，是至于软弱，也我无煞软弱啊。是水着大，也我的心无亲像火道啊！我若不得不开口，就要开口关于我软弱的事。进度，今日要进度的题目是为福音开口。咱将时间交予一节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
主啊，听我恳求的声，用你主爱看我的苦难，以我破碎心灵，主啊，用你主爱听我。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阮特别为了阮做阮的长辈，也是身躯病痛兄弟姊妹，无法度来到教会在阮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愿你听因的苦难，来医治因的心灵。愿主你的话，真侪阮的快乐，帮助阮有一粒较无主你的心，帮助阮伫即个世间来遵循你的旨意。愿你今日的话，真做阮未来的愿望，阮头前的方向。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当咱咧讲有人夸口某某代志的时阵，一般的人，咱来讲，迄夸口拢是较负面的代志。因为夸口，咱讲啦，你讲大声话，有人讲吼，无问题啦。这代志交互我咯，一定妥当的。一般咱知影，安尼讲的时阵，人拢会惊啦，会惊。咱讲迄人讲话较碰风。夸口内底有淡薄是一人的骄傲，但是大部分夸口夸大的时阵，内底拢有掺就是拢虚假。这项代志可能是假。无为什么伊会安尼夸口讲大声话？咱看目前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爱讲正直的话，还是夸口的话，较有人爱听。咱今仔日真无简单，拄着今日礼拜嘛是双十，咱的国庆日啦。咱对过去知影无管是咱台湾还是外国。咱一寡讲咱的伟大的人物，伊拢记载真多丰功伟业甲事迹。讲每一个人若是神共款，但是这个中间到底偌济是真的，偌济是假，咱真正拢毋知。你看咱台湾的政治人物，有的某一寡人搁较明显，铺桥造路，李增开一定是这个。夸口，这个工程是伊争出来。咱头前这条路我拄来的时阵你开车的时阵，像你坐船共款，安尼顶一遍立委选举的时阵咱的隔壁里长拢这条路我争取的，伊甲讲，哇，真点讲咱头前这个会在铺边是伊的功劳啦，功劳我嘛是谢谢啦我想阮几啊年前拄到深坑咧牧会的时阵，那遐深坑一个国小，一边一个公园嘛，拄起好，我嘛拄去，我讲哎呀，上帝呢安排一个公园遮水你公园遐你若是即摆有去深坑老街就知影有一个公园，地下是停车场，坐伫外口，真侪人坐伫遐，就看到深坑迄山真水。我嘛当自嗨，你看上帝对你遮好，顾你一个游乐场所里边还有你看一个很大的，你拄好要选举，很大的一个布条某某议员争取的，某某议员争取的。咱人民毋是政治人物，还是国家的头家吗？咱出钱的，伊讲因争取的，咱要感谢因。咱看即摆的电视媒体的报道嘛是共款，报道嘛是共款。迄个标题拢真夸张，有无？你毋感觉无？咱阁爱看呢。有一个物件的疗效，哇，超过偌赞！什么投资稳赚不赔？咱感觉即摆是随时真夸大一个年代，甚至是一个造神的运动。咱想无21世纪还是安尼，等下牧师讲道，你就知影。毋是今仔日咱的宗教有包括宗教，咱就知影。我会记个真
真久，听讲有一个咩什么宏源投资有啊，敢是恁迄年代，我忘骗着啦吼。听讲吼，牧师嘛吼，因先生嘛吼，邀了很多人吼，哇去投资哦，后来吼血本无归啦，一寡退休金拢无去啦，就夸大伊历史钱怎伊一定是透动的。今仔日这段经文就是保罗要来处理哥林多教会历史安尼的问题。保罗只是某一寡人不断的哥林多教会讲伊的歹话，讲保罗的人吼，现在破破啊，吼，可能无意见牧师遐引导啦，我是想保罗可能无遐引导，啊，我这嘛是有淡薄夸大，我这是不好的示范啦，吼，这不好的示范吼。伊讲保罗的外口外形破破啊，讲话阁粗粗吼。这的致命不凡，咱讲了，保罗叫因叫超级使徒啦，夸口因非常的厉害，因为传福音的事工的顶面有成就用心，哦，甚至因为了福音嘛受着真多的苦痛。但是这的人甲保罗你传的福音无共款，传无共款的耶稣，传无共款的信息，传无共款的福音。但是咱若伫哥林多后书11章第1节到5节，吼，牧师今日总情无读到吼。第1节到第5节，咱知影，近年哥林多教会的人引准这假的福音，伫因教会你讲，信徒哪会失去判断这个福音是真的还是假？但是咱若是诚切了解就知影，这个信徒伊毋是失去判断，其实因爱跟风，什么叫跟风啊？因爱跟迄时代的潮流，你行，迄个时代的潮流，像咱即摆共款。拢爱看外在外表，这个人，互咱看，感觉第一个印象袂歹，咱就有信任。这个人有学历，有学经历，咱大家拢第一遍，来拢会看这即摆较无咧相亲啦，较早相亲都一定门当户对，门当户对，意思共款。保罗真担心，也是哥林多教会继续安尼去落去，会失去福音失去信用。教会受世俗化影响，而保罗迄时代嘛，真正是真严重。咱讲以貌取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真，伊的教会，伊迄像咱台湾即摆台北共款，真侪会友拢是真好雅的信徒，因常常凭外面的行为来决定一个人的地位甲尊严，甚至判断这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是啥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受这个所谓超级使徒的影响，这个使徒咱就感觉因一定是拿韩剧的男主角共款，大家拢真缘投，身高拢是180几安尼，因的口才也真好，因阁会得真夸口，因是真有能力的人，因为因的夸口吸引真侪人来羡慕因，来跟对因。但是保罗讲，因传的确实是错误的福音，是包装过的福音来骗人。因并且毋是传福音好的工人，保罗讲因是属撒旦一边的。保罗这个机制是真严重的。咱会看就知影，保罗是毋是？保罗你会不会言过其实啊？咱等下牧师讲到后面来讲啊，咱即摆台湾的现象，咱就知影，保罗是无言过其实哦。保罗讲，因咧传错误的福音的人，是属于撒旦的，也是安尼对教会真正是非常的危险。好像是因用世俗的标准来看保罗，你是毋是真的使徒，还是假的使徒？因为保罗伊无靠伊外在，并且这个使徒将咱的福音简单化。
高举事件、高举权利、高举看会到的人，赢过看袂到的上帝，甚至是受苦的上帝。保罗讲遮诶错误的福音，甲伊所传的福音是无共款的。伊传的迄位是经过苦难、死、搁活，耶稣的生活方式是无共款的。保罗过去真伫哥林多教会有真长的时间，你无因为因，带因行到一个正路，然后有圣洁，然要输配互基督。那夫妻共款，迄个亲密的关系，互因重新行迄条有望的路。但是今仔日，因为因受外在的影响，搁一寡咱保罗讲因是超级的使徒，一个讽刺因啦搁受迄超级使徒的影响，因对保罗参信有淡薄犹豫，连带对保罗所传的福音，伊嘛无要信任。直到因慢慢偏离基督的听，就亲像早时蛇因由夏娃离开上帝同款，行向迄条危险的信仰，但是因阁无感觉到。咱对今仔日的经文11章23节到28节，一段咱真实的，迄个经文就是保罗受苦的代志。保罗讲这段的代志，主要是要回应。保罗无爱讲伊受苦的代志。这段受苦的代志，咱伫使徒行传我毋捌听过保罗讲过。有保罗讲某一部分，咱就感觉保罗哇，你已经真受苦啊！但是咱今仔日搁听哥林多后书，保罗家己讲伊受苦的过程，咱是安尼会当想象保罗真正是真伟大的一人。但是保罗伊无爱碰风伊遮受苦的代志。咱对今仔日的经文知影，保罗拄着外在的对敌的攻击，伊嘛一摆搁一摆来领受伊拄着的患难。伊家己无好的时阵，但是伊的心搁挂念伫教会的代志、羊群的代志。保罗安尼讲，伊也要夸口，伊要夸口是苦难甲软弱，伊毋是要夸口，伊有起做偌侪教会的成就。也是安尼，咱淡薄了解保罗宣扬福音的决心，是参咱现在有真无共。当一个人会听有偌深、有偌悬、有偌阔、有偌长的时阵，伊歹的重担就有偌重啊！无拄想咱在座有真侪父母应该了解，咱会听有偌重的时阵，咱听咱的囝儿有偌重的时阵，咱歹的重担就有偌重啊！可能有囝儿了吼，我已经70几岁啊，阮爸爸妈妈搁咋当作因啊？有无？有咯，咱遮有真幸福的吼，已经60几岁吼，爸爸妈妈还丢啊吼，嘛，你爱感觉真幸福。你因的心内心，你无管你到伫对个所在，你拢是因的重担。如果保罗伊啊福音传较少一寡，保罗对教会信徒的听较减少一寡。也是安尼，保罗伫世间的时间受的苦痛，可能会减较少，会袂？会哦。但是保罗无安尼做。如果保罗真正安尼做，咱福音就无法度传到地极。也是安尼，现在的咱就无法度把福音传到来咱台湾，咱犹原陷入罪恶的中间，咱一世人。无自由，无盼望。咱常常讲，耶稣是教会头，咱互相是肢体，咱嘛爱彼此相听。咱讲一体受苦，百体嘛要受苦。咱看到咱教会有啥物好的代志，咱大家嘛得意欢喜。但是咱感谢，咱即摆来问咱家己，咱感谢有亲像保罗的决心。
咱随时派咱宣扬主福音的重担伫咱的身躯啊！咱有挂念咱教会目前着一个兄弟姊妹软正身躯病痛兄弟也无。拜六是牧师敲电话关心点名，咱无来教会，即礼拜无来教会兄弟姊妹。拜六的牧师的重担，有时敲了后，我心内真有重担。但是因为主耶稣嘛是有望啦。咱有常常提名替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无？咱有伫咱的生活中间活出上帝的名无？因光伊的名是无？咱为着教会，为着咱的兄弟姊妹。因为发生什么代志，互咱食袂落、困袂去啊无？啊是咱连一项拢无的时阵，啊是安尼，咱就是享受参与一个俱乐部啊！啊，因为安尼，咱可能咱即个所在，就无一定是教会啊。以上牧师讲的有较重淡薄啊。但是既然咱讲咱是基督的门徒，咱是基督徒，咱就爱有这款的决心。今日的经文11章29节到30节讲：啥人软正，我无软正；啥人犯错失败，我无受气火刀。我若要点我的软弱。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夸口，就夸我软弱的事好了。毋是今仔哥林多教会，保罗对伊开拓最的教会，伊若是有失足偏差的时阵，伊就生气、挂心。然后保罗你哪遮老生气？保罗这个心情是一个恨铁不成钢啊！当牧师知影咱教会，咱台北中会，咱100间教会，今年就已经归2间教会去啊！我心内嘛是真艰苦。哪有人咧归教会，一定是发生什么大的问题？咱看咱即摆台北中会100间内底有10几间的教会，即摆牧者，那想遐样是要怎样？咱嘛爱挂心。使徒保罗为着要表示伊对上帝对伊的疼，伊要求伊比别个使徒更加认真工作。所以苦难对伊来讲，毋是啥物通夸口的代志。甚至保罗更加无愿意夸口伊的才华、伊的知识。伊讲也是一定要夸口，伊爱夸口伊的软弱。因为伊知影，当伊软弱的时阵，上帝的气力会进入伊的生命内中，生命的中间，互伊的生命刚强起来。这段是今仔日牧师讲道的重点。保罗，你讲的是什么啊？是种力量的转移，对家到家。这嘛是保罗，咱真重要的是十字架的神学。咱十字架的神学的概念是，耶稣为咱受顶伫十字架顶受苦，伫世间人来看，好亲像是真软正的代志。但因为耶稣的软正，带来极大的力量，就是互愿意信靠伊的人得到救赎。耶稣死，咱活起来。因为耶稣的善车，咱真做好业。当咱讲咱软弱的时阵，耶稣的信心打开咱，较会伫咱的内底。当保罗软弱的时阵，上帝开咱留对伊遐去。当教会信徒软弱的时阵，保罗的力量。就留对，因为关心因，就留对因遐去，互遐信徒教会，互因徛起来。当因徛起来的时阵，保罗阁软弱，
29节讲：啥人乱录，我无乱录啊！夸口家己乱录，诚侪帮助保罗经历上帝大的关联。这嘛是保罗传福音上大的秘诀啊！各位兄弟，伫咱建成这个信仰的团体，咱是这几年咱嘛经历安尼多的经验。当咱真侪兄弟姊妹含伫软弱、身躯病痛的中间，因为有上帝听伫咱的中间，咱就无惊家己的软弱，看家己的不足较困难，因为上帝听亲像火点伫咱的每一个人的心内，互咱的软弱反转变成咱彼此开力甲帮助的来源啊！箴言书16章18节，牧师用华语来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的人高估家己，阻挡上帝福音，阻挡上帝进入伊的心啊！只有当一个人较软弱的时阵，伊才会想起上帝，知影上帝是伊性命的主，随时的帮助。真正是上帝温度嘛，是伫软弱的中间靠主刚强。所以保罗嘛是要互哥林多教会知影，真正有权柄属上帝的溃烂温顺的使徒，毋是用这夸口来控制教会，甚至来控制人得到好处。以前是安尼，如今咱的教会嘛是安尼。这对咱现今的教会是真大的提醒，也无咱教会的路线会愈行愈偏去。明年2022年，就是马街来淡水150年。这嘛是咱北部的福音的开始，也是无150年的开始，咱在座的拢无坐伫遮，所以我们在座的都是福音的受益人啊。但毋知影对倒一年开始，咱台湾的教会渐渐失去咱早时宣教师为福音拼性命、无私奉献、宣扬上帝福音的精神。虽然咱是听讲，但是受起咱有看到，真侪宣教师透过外国的教会奉献金钱甲物件，无管是透过医疗、宣教去做病院，去做孤儿院，四界来去做教会，去做学校教导咱。为了要福音来侵滚伫台湾，甚至死了后，埋葬伫台湾这个土地，因无得到什么好处，因用上帝听咱台湾这土地人，好亲像保罗同款，因将正确的福音传予哥林多教会。伊嘛是从正确的福音传入咱北部的台湾，伊嘛无咧夸口家己，只有夸口上帝。进前来咱教会讲到迄马约翰牧师，嘛是即款谦卑的态度。伊有真侪空夸口，但是伊毋罕咧夸口家己。常常讲，义杰牧师希望你常常替我来祈祷，我有真多的软件。这个现象可能是这30年来，可能在座的人会比牧师更加了解，因为牧师较信主20年啊，吼。宗教世俗化的情形愈来愈严重，毋是仅咱基督教，外口的宗教嘛是同款，咱拢加减。
外教派外面的宗教嘛是拢会夸靠因的法师啦，吼，有真有气力，哦，咱嘛捌听过爱感恩。因真侪人透过媒体、电视咧宣传、夸口因所做的代志，去引真侪人来军队，甚至伫21世纪，还佫有说什么感恩师傅、赞叹师傅的代志来发生，互咱感觉真戆影。而且这军队吼，毋是讲无知识的人咧，真侪有知识的人呢。但是当咱咧笑别人的时阵，突然间发现，咱基督教嘛有安尼代志发生呢。原因是讲咱台湾的教会传统，哦，咱嘛应该是你讲咱长老教会啦，传统教势吼愈来愈歹，就开始有一寡新的敬拜方式，哦，咱讲咱第二堂华语敬拜赞美。台湾嘛有真侪牧者兄弟姊妹，哦，咱长老教会嘛共款，咱去新加坡、韩国，咱去学习一寡教会增长的策略。这是毋是歹代志？因为相对台湾这两个国家出现一寡真侪超大型的教会，哦，咱足羡慕的。甚至有一寡超大型的牧者，就是这几十年。入去几十年，一蜂窝大家拢去取经，牧师嘛有去韩国教会哦，取经过吼。但是几十年过去啊，的确咱看有一寡台湾变啊真复兴，但是复兴是是人数复兴。咱台湾嘛创造真侪教会，甲有影响力的教会，甲有话水会坚定的大牧者。咱开始伫市面上，咱就好亲像看到一寡畅销书共款。咱咧做业务的拢知影吼，牧师较早吼做牧师进前嘛咧做业务吼，真侪畅销书。你若做啥物代志吼，你就会成功；你若做步骤3，你就成功。教会嘛共款，很醒目。你按照伊的策略、伊的方法去做的时阵吼，你教会就复兴。100人就变300人。牧师有看过一本册，迄本册写这个牧师对10个人复兴到1000人，哎哟，有真吸引人无？伊的传奇，讲这牧师传奇的故事。牧师伫社会咧走动遮久的时间，真诶假我阁会咧判断。我差不多看较无10页了，我就看袂落。我感觉伤碰风啦，碰风啊！这程度，像这个牧师写那上帝共款。教会共款用世界的方式咧行销，嘛是听有一群人专门咧缀某一寡牧者，伊的讲道，伊的祈祷较有气力。甚至来供养这个牧师。最后牧师要讲，假无法度变真的，真的嘛无法度变假。真的福音，保罗讲的，保罗你传的纯真的福音，一定会经过时间的考验。反正如果是假福音，意思讲你也是信假。福音毋是真正你信的时阵，时间一久就会显现出来。当教会过度，你像社会共款，高久人的时阵，咱看有真侪社会，真侪教会传福音是哪？叫一寡有名的基督徒来做见证，毋茫安尼来把福音传出去。过度追求教会复兴的成长，甲受洗的人数，所以却毋是夸口福音、夸口上帝的时阵，
还是看靠上帝对咱的疼的时阵，咱会亲像保罗所讲的，当传错误的福音，迄个杀伤力是非常的强啊！无管是咱长老教会，还是其他教派同款，这几十年来，路线愈行愈偏去。所以教会的教派，无算毋通讲，无要讲什么教会、什么教派，分党结派，吵吵闹闹。所以教会愈来愈稀微，因为真侪人咧出走。所谓的大牧者、大的牧者，拢伫金钱的顶面，伫权力的顶面，伫情色的部分出代志。求主帮咱学习保罗，咱是要夸口咱的软弱，互上帝开咱进入咱的生命中间。咱见生也要夸口的，咱嘛是要夸口有上帝，毋是夸口咱有啥物牧者，毋是夸口咱有啥物长老，毋是夸口咱有啥物过去的历史，毋是。见生也是无上帝伫咱的内底的时阵，咱参俱乐部是共款。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咱软弱的时阵，咱求上帝信心。进入咱的生命中间，咱有开力，互咱讲到一个真正的温度，是世人为咱教会来真前，好的真前，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透过哥林多教会，互阮真侪学习，透过保罗这个使徒。为主来拍拼，伊夸口伊的软弱，毋望上帝开咱，成做伊永远的帮助。愿即款的开咱，即款的应允，共阮进入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虽然阮有真多的苦难，伫世间有真多的苦难，真多的引诱，真多的攻击伫阮的身上，但是阮毋靠家己的力量。来处理问题，阮爱有主靠主的开力来面对头前的挑战。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来因信息第207首，这是光明的字。信息第207首，这是光明的字，咱起立来因全首。是安息。
侪，这是咱正行方面，咱请长官会同工。真济。这是咱来进行公道。公道的事项伫咧旧报顶头有，咱为着陈金子、刘慧英、陈王楠、陈丽水、卢雪英、洪甘枝、石玲玲、陈美芝、谢丽慧、胡艺梅、杜昭、刘慧忠、林以诺，甲福建的陈昭明、汪世军、张美美、庄宝玉，甲洪千惠的父亲，为着晕眩的陈秀荣，为着化疗的陈义利结尾父亲，为着异位性皮肤炎的林以乐，为着肺栓塞的张惠良，为着怀孕过程的罗心如、史凯华，也为着安胎的秋霞媳妇文莹。为着10月份达团契会长的改选，元朗谦卑回应主的号召，备办家己互主用。第三，为着 COVID-19 的防疫计划，全球疫苗的公平分配，台海安全，台湾的国际定位，求主来掌权。咱只是压头来祈祷。
亲爱的阿伯伯上帝，求你引带教会的脚步，带领阮行伫你的旨意中间，互阮的教会行复兴的路。阮也求你看顾教会中身体有病痛、甲年岁较大的兄弟，求你帮助因伫生活当中有对你的所来的毋茫。只是阮也要用你教示咱的主导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高灵教，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死，今会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来报告，咱来看旧报顶头的教会消息。第一，即马疫情开始趋缓啊，也毋过仍需配合宗教场域防疫规范。礼拜取消分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用餐时仍需维持梅花座。台北市政府恢复讲餐厅用餐甲餐厅用餐的规范，无适用咱社区的活动。第二，请大团结会长伫10月底前主持并完成会长干部的改选。以利2022年度施工的规划。第三，10月16号拜六下晡4点召开中指会，请中指备办新。第四，后主日依长执会议决开放北中明志教会前来为他们建堂捐款募款。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随心所愿。请备办生为着家己所乐意的奉献，为国度的需要关心大道。团结消息：10月22号拜五早起10点，双联团契聚会，主理是吴文聪长老，内容是生命分享、会长改选、圣诞恋歌。10月23号拜六下晡4点，妇女团契聚会，主题是疫情下的生活分享，会长改选。第三，10月24号礼拜中昼12点半，青色团契聚会，主题是情社与社青对谈，美好的传承。具体消息。咱恭喜杨淑慧姐妹，因的新妇是温体甲永信夫妇喜获麟儿，愿主保守母体恢复顺利，婴孩健康成长。咱拍婆仔欢迎，恭喜你。淑慧姐，你即摆是成婆啦，哈，成婆了。第二，10月30号礼拜六下午2点，林文成之子林子琪与黄坤庭于西安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文成离坐伫3楼吼，咱也恭喜来拍波恭喜吼。嘛恭喜双瑶兄吼，双瑶兄。教界消息咱家己看，奉献面世咱嘛家己看。若是有闹交的，请闹交也是牵顶错误的，请干事来修改。无需补充者。我需要补充点吼，第一件是拄则讲的第一项吼，我们爱餐不能恢复吼，咱还是爱较细腻吼，它对宗教场所的吼较严格规定吼。我有看大家会后嘛有一个人买便当吼，我们还是尽量吼，保持梅花座，那尽量唔通讲话吼，
啊，无等那个嫌牧师啰嗦吼，唔通讲话，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哦，小心谨慎。啊，第二吼，咱感谢主吼，咱有配客咧祈祷吼，慧良吼，慧良有等下嚟咱遮咱啊，鼓励拍婆仔者，好慧良吼，暂时也是爱真细腻吼，所以伊即摆出门吼，一定爱民主节陪伫伊边啊。哦，贴身保镖吼，还是惊随时有危险啦，随时有危险。哦，即摆食药啊控制，咱吼，咱牧师今日讲的吼，咱每一个会友爱提名啊祈祷，放伫咱的心，吼，逐工啊祈祷。以上。咱的上引信息第509首，五路天父万福本愿。上引了后，请牧师替咱祝祷。咱起来引。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互咱常常夸口咱的软弱，互上帝进入咱的生命中，互咱有气力面对咱生命一切的挑战，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真济。灭道避讳，